100平方嘅大天台可以自己使用，可以整個休息區，整個涼亭，真係估唔到市中心深層複式大獨立天台花園，而家單價只需要8000左右。我哋一齊去感受下。一入嚟，我哋就可以感受到之前嘅樓王單位係點樣嘅，南北對流雙陽台，同埋7米高嘅中空大廳，非常之大氣舒適，住起來都係相當嘅舒服嘅。我哋可以感受下入邊的空間係點樣嘅。2樓設計有2個套間同埋1個客廳，我哋可以感受下，每個空間都非常之闊落嘅，所以用起身嘅話都會比較舒適。呢度就係上自己屋企天台嘅位置，100平方嘅大天台可以自己使用，可以整個休息區，整個涼亭喺呢度休息下，或者整個假山魚池喺上邊養下魚，都係幾悠閒嘅，同埋種下自己啲蔬菜水果，可以自己食用。仲可以約下啲親戚朋友一齊喺天台上邊燒下烤都可以。睇有冇鍾意嘅朋友，歡迎隨時聯繫。